这是讲咱先讲迄个9年一贯课程纲要啦。9年一贯课程纲要，迄个台语组原本是我负责嘛。我做调执行，阮有头10个，包括林玉体教授，阮差不多有用1档的时间要甲这个迄个台语的国小的教学。来改进阮毋茫讲会当通，互以后会当较好。咱无可能讲改变偌大，毋过咱只要是要较理想性。但是就是到尾干那13点，结尾阮就全部向改评啦，提早去用更正阮的任期就对啦。讲阮已经顶个月就到期啊，所以拢落来拢换一新的一批去。这3点其中第一个讲。这个语言的名称啊，这个课程名称，以前叫做闽南语嘛。阮就是要来改讲，阮若无就改做台语，上起码无阮改做台湾闽南语嘛。这点因也唔让步啦，第二就是讲，这个罗马字的拼音，阮希望讲国小1年就要提早互伊认捌嘛。拼音捌才有法度通去学习这个语言啊。咱这语言学习咱声音来的嘛。你若罗马字唔捌，你干要学遐汉字？台语的汉字就足困难嘛。你刚较早第一课你就无落写但是因嘛，就讲就是爱到3年才开始学啦，其实这拢是和语言教育无适配啦。语言教育就是开始学声音嘛，学讲话嘛。第三就是讲，这个拼音的方案。袂使干那定讲一定要用心拼音，因为咱即马有定台罗拼音嘛，因就讲拼音袂使叫做罗马拼音啦，就叫做什么拼音拢会使安尼。这就和咱当初教育部讲，咱要互伊一致拼音要有一致加一种，毋才到推行，嘛无哈。结果伊拢其实就是甲阮改评啦。我感觉这种做法，是马政府是起来是安尼做，我感觉做唔好啦。你这10个人的任期，你这大家爱去继续讨论嘛，袂使讲你就甲因改评换人啊，安尼，而且拢违法嘛，这种违法做法拢无照伊的迄个本地合法性的处理。未来这方面的教学的迄这未来我无做乐观，就是讲，因为咱就拢敢40分钟尔，拢无改善呐。咱就敢国小会当加40分钟尔，这语言教学上这嘛3、4点钟嘛，这大家嘛拢安尼啊。伊敢到进敢是40分一节，你这母语老师嘛无拢专业性的拢就是敢像凊彩教安尼，无法度互伊体制化。这个母语教师，这拢无法度解决问题。所以这若无处理，咱的即摆母语的教学，就是拢会一直拖一直去，愈来愈慢。闭关这个政策上一定要改善，讲你逐个语言拢爱互伊有一定的时间，先会当通哇。你无管什么语言，咱承认讲，伫台湾即摆是多语言的社会。毋过伊要有一定的时间，有的课，学的嘛，你迄个会当去研究。国小当开始要紧是语言，特别是母语。母语遐重视毋是讲即摆你来应付，到尾大家母语拢碰见文化就失落你搁其他的学较好，遐早提早学嘛无路用这个就是讲咱的政策上，就是咱这种语言政策单位是位阶伤低啦。伊即摆放伫教育部下骹的国语会，人较重要有咧做语言的政策的国家，拢就是位阶上悬爱按顶悬制定政策，然后教育部去实施咱即摆毋是放伫教育部下骹，伊做了，伊教育部要实施毋实施，伊也无一定因为你位阶比较。所以这是矛盾咱的语言政策到今无法度改变从期尾安尼落去，就是嘛是依期原来大的政策你无法度改善当然毋是讲全部拢遮悲观安慰的所在，比方愈侪人愈爱学台语文。譬如讲，阮的营队，啦，阮办的营队拢客满啦。台语文化、台语文学、台语学术的研讨会，即马咧办拢客满啦。一般伫拢足侪人足意爱。种民间其实大家有迄个心，有想要学习，想要进展，
啊，但是官方就是无配合啦，政策上无配合啦，哦。感谢你。